各位兄姐平安。今仔日咱已经进入大港节期的第3主日。第一个大港节的主日，咱点到第一支蜡烛，代表期待和希望。伫第二个大港主日，咱点到第2支蜡烛，象征有悲和信心。今仔日咱点到第3支的蜡烛，是代表宣告和喜乐。咱的救主耶稣为着咱、听咱来出世，伊就是要来重建咱即个人，互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咱嘛因为着耶稣，咱会当得到一个健康、喜乐、佮荣耀的生命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嘛要宣告，咱是有福气的人，咱会得到即个喜乐，要临到咱每一个较无伊的人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天父，阮感谢你，赏赐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，为着阮来出世，佮为阮的罪钉死伫咧十字架顶，互阮会当得到清气。感谢耶稣的牺牲，阮今仔日搁再一摆来孝念，伊伫咧2000几年前所行的新约基事。阮嘛知耶稣即时悠远陪伴伫阮的身躯边，嘛有真侪见证人，亲像云彩，拢一直咧坚固阮的信仰。阮要将今仔日的信息，搁再一摆交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圣神做工，互阮听的和讲的，拢要对上帝你遐得到新的启示和祝福。祈祷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今仔日咱要讲的好消息，并毋是咱即世人趁偌济钱，咱有偌尔发达，咱有偌好的学历，或者是咱得到当病、得到医治，还是咱有买厝、买车，这个利益拢是短暂的，拢是干那伫即世会享受到的。咱今日要讲这个好消息，是关系到永远，关系到咱即个人是上帝上界旨意、上界宝贝，就是咱即个人。上帝要看咱是毋是有按内面到外表，拢活出来的是一个平安、喜乐、安稳的内面。伫我信主几60年来，我看见真侪人，当要开始信主入来教会时，面拢非常的忧愁。但是信主渐渐伫咧教会行大，慢慢你就会当看到伊的面容有笑容，就安尼一直互上帝甲伊改变。但是我最近嘛有看起，有诶信主久久诶人，煞失去伊诶笑容，亲像转伊到原来伊还未信主迄阵啊，迄个重担。伫即个大港节期，嘛是咱好好来思想，为虾米会有安尼变化？主耶稣敢还阁伫我诶心内底，或者是我信主久久，我开始追求诶，已经毋是主耶稣。这个礼拜聚会，拢只是一个形式化，一个仪式尔定。咱拢已经袂记得上帝的恩典，一直伫含咱同在。今仔日咱所读的以赛亚书61章第1节、第2节，记的即个弥赛亚救主就是耶稣。耶稣伊是世界的光，伊要来讨放遐个被掠的、被关的，伊要互伊得到自由，嘛要医治伤心的人。那安尼，咱来想看觅啊，什么款的人
是比掠的。今仔日的以赛亚书61章第1节、第2节是耶稣要公开去服侍的时，伊进入拿撒勒的会堂，耶稣就摕起来这个旧约，以赛亚书61章的第1节、第2节来读。伊讲伊要，互遐个比掠的要得到头棒。咱看约翰福音书第5章内底有写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伊倒伫毕士大池边38年久，伊互即个病困绑了38年。耶稣看到伊倒伫水边，就去挖滚伊，问伊看伊有想要得到医治无？按即个对话，咱会当看去，上帝要爱的是家己有迄个意愿的人，伊无法度帮助一个无意愿的人。当即个病人甲耶稣讲：“有啊，我是有想要好，总是38年来也无人甲我放入去迄个水池，因为迄个水池若震动的时，就有人会得到医治。”即个信仰。耶稣听了后，佮伊家己嘛讲伊要得到好，耶稣就甲伊讲：“你起来，甲你的袍仔揢起来，行出去，就是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伊就安尼得到医治。耶稣讲话是带着大气力的。咱人有时阵是互病甲咱牵绊，有的人是互家己肉体的情欲来捆绑。耶稣的信仰毋是干那写伫圣经顶面，或者是2000几年前，耶稣所行当的信仰，到现今犹原犹阁咧发生。要有一个人，伊信主以前，伊是非常爱开钱买物件，直到伊家己理财无好势，煞变做卡债一族，常常互银行约迄个欠的数。有人传福音互伊，伊嘛抑阁无想要信主，伊非常的歹摕，总是人安尼好咧甲伊招。落尾又入来教会，当伊逐摆入来，听着音乐，咧敬拜时，伊就哭，伊就流目屎。安尼几落摆了后，伊总算愿意信耶稣。伊信了耶稣，伊就真认真读经祈祷。不知不觉，伊嘛毋知伊当时已经无搁再追求遐个名牌，伊反倒伊去参加教会的查经班，伊意爱上帝的话，就安尼不知不觉，伊就甲伊的卡债拢还了啊！上帝甚至阁帮助伊去买一间厝，伊的好行为，互伊厝里的人有个人看到，就愿意对伊来信耶稣。事实上，伫即摆这个世代，会互咱买落去的物件，实在是非常的多。比起耶稣迄个年代，咱这个世代实在是搁较辛苦。这嘛是甲咱讲，甲咱提醒，咱搁较认真来强调咱的主耶稣。什么款的人是被关的人呢？咱嘛会当对圣经约翰福音的第4章，遐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伊知影伊伫因庄里是拢互人批评、厌恶，无想要甲伊做朋友的人，甚至拢看无伊，所以伊袂爱伫个人真多的时阵去正面抢水、打水。有一天，伊中昼
去到井边啊，撒玛利亚井边啊，要抢水的时，耶稣我滚伊，甲伊讲话。耶稣讲：“请你互我一点仔水啉。”因为迄个时阵，耶稣的门徒去买中昼顿，要来互耶稣食，所以敢若剩耶稣和迄个妇人人咧对话。耶稣甲伊讲话，伊非常的戆领，因为伊知影犹太人是高高在上，是看袂起撒玛利亚的人，甚至连因的土地伊嘛袂爱行过。但是耶稣继续甲即个妇人人讲：“啉你抢出来遮个水，啉了也会喙焦。但是什么人来啉我互伊的水，就永远袂喙焦。伫伊内面会有一个水泉，不断冲出来迄个活水，会当互伊得到永远的生命。”这个妇人人一听到，非常的欢喜。伊讲：“若总有遮尔好的水，安尼请你嘛互我。”耶稣就该出一个课题。耶稣讲：“那安尼，你家己的先生做伙带来，我就互你这个水。”伊回答耶稣讲：“我无丈夫。”但是耶稣甲伊讲：“你捌有5个丈夫，现在跟你做伙，毋是你的丈夫。”妇人人听到，就回答耶稣讲：“你讲的完全拢对。”咱也来想想这段的对话，咱实在是非常的着惊。耶稣哪会遮尔勇敢，会当一个就讲出来这个重点，是安那伊需要安尼叶叶。这个妇人人嘛非常的勇敢，敢去面对伊生命的问题。伊完全承认伊是安尼人。经过跟耶稣的对话了后，这个妇人人对一个本来互人厌恶、歹脱的，惊别人安怎看伊的人，变做啥物拢毋惊，非常的勇敢。伊找到伊生命的热情，伊紧去甲因庄邻的人讲：“恁着紧来捌即个耶稣。”伊就甲耶稣偌尔啊厚，咱看即个反应，就会当知影即个妇人人，因为跟耶稣讲话了后，伊得到医治。耶稣来到即个世界上，就是要互逐种的捆绑、压制得到透放，恢复上帝互咱的自由和健康。耶稣爱咱活出咱生命的意义，恢复上帝当初起初创造咱迄个水、迄个好。什么是得到透放、和真的自由？各位在座的兄弟姊妹一定感觉我非常的自由啊！我爱几点来就几点来教会，我爱讲啥物就讲啥物，我爱受气啥物就受气啥物。我无感觉我家己无自由啊。但是如果咱做的代志会伤害到咱家己，甚至伤害别人，这种的自由，并毋是真理内底的自由。真理内底的自由是互咱得到平安、喜乐、有幸福的感觉。有的人的掠准讲的自由，其实事实上有时阵，伊是互另外一个邪恶的势力甲伊压制掉咧。较特殊的，就亲像有的人常常爱啉甲酒醉。或者是有的人就是爱跋筊算股票，或者是男女的关系无清楚，爱讲白贼，还是上瘾伫个迷伫个迄个网络的中间。网络有足侪互人落迷的所在，有的是
店员，有的是什么投资理财、交男女朋友等等，拢非常的危险。这个落迷有时阵会互咱甚至应该爱做的代志，拢无照时间去做，甚至爱困的时间爱去歇困啊，永远无法度停止。所以，这种毋是真正的自由。这种是会影响到咱身体健康以外，嘛会迫害到咱跟厝邻人的关系，以及朋友中间的关系，因为咱有可能常常就无法度，跟朋友约好，个随时毁约，所以足侪的上瘾，拢会害到咱家己，嘛伤害到咱所爱的人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要互咱跟天父的关系，搁再一摆和好，因为罪互咱跟上帝分离。但是耶稣来要对付罪的问题，互咱会当跟上帝搁再一摆和好，而且嘛要互咱人跟人的关系稳来当和好。所以咱尽量毋通，互咱家己感觉孤单一个就好。孤单一个人是上界容易互魔鬼诱惑的时阵。咱一定爱跟人有连结，这嘛是上帝上看重的关系一个问题。咱嘛当按新闻上常常去看到，被骗遐个人，常常因拢是家己一个人的时阵，伫咧看网络的时，或者是接电话，拢是因家己一个。因若总有边仔有人检测，因就袂遐尼啊凄惨。所以咱一定爱跟上帝，第一一定爱跟上帝有一个很密切、和好的关系。另外，咱嘛爱跟咱厝邻的人、咱的兄弟姊妹，以及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拢有真好的连结。咱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咱身躯边的人，因为上帝若原谅的人，咱嘛袂当讲咱无要原谅。因为咱无凭上帝较贤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嘛捌互魔鬼来试探，但是咱的主耶稣，伊拢赢过，伊嘛无犯罪，所以主耶稣要带每一个相信伊的人，做伙来面对这个试探，伊要帮助咱。来抵挡这个诱惑，所以咱爱知影，咱千万毋通停止教会的聚会和活动。耶稣已经降临过，耶稣的降临就是宣告上帝伊要救赎咱世间人的年。上帝救赎稳定的年。是要甲咱讲一个大好消息，每一个人的人生拢会当对头开始，重新开始。咱对头拄仔讲，伫撒玛利亚井边迄个妇人，主耶稣并无看轻伊，佮专工行往伊，对伊讲话，接纳伊。并且伊伫伊内心的创伤，刷开伊一切见笑，佮甲即个妇人讲，伊家己就是因等待真久的弥赛亚救主基督。即个妇人听了就信啦，因为耶稣真正甲伊所有的代志拢讲出来，这除了是神以外，无人有法度知影甲遮尔详细。佮遮尔有疼心，遮尔温柔，就安尼，耶稣点到即个妇人伊的生命的热情，伊就将伊本来要去抢水迄个水瓶，就放伫个涂骹，就装去城内底，四界去传迄个好消息，因为伊希望更侪人亲像伊，
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咱若想到保罗，嘛是相款。当伊拄着耶稣，互耶稣的光照了后，伊无搁再攻击基督徒，反倒伊去传耶稣是真正救主，这个好消息。伊无搁再掠过去，伊看甲非常重要的伊的血统、伊的地位、伊的权势、伊的学历，伊无搁再看这是遐尔宝贝。伊颠倒感觉这拢是暂时的，拢是那像粪扫。撒玛利亚妇人人嘛是安尼，伊拄着耶稣以后，伊无搁再在意别人甲伊打的标签是啥物货，伊敢若有耶稣伫个心目中，伊嘛无搁再需要去挖靠一个查甫人，伊较有迄个安全感，因为伊有耶稣，伊会当为着主耶稣放下一切。这就是耶稣伫个心内底有一个定心的起造。咱对安尼的故事、事实的故事，咱会当看起，一个人若真心要悔改，不管咱做过偌歹的代志，大权能的上帝，伊无啥物代志袂当原谅的。伊已经使咱有耶稣基督为咱的罪死伫个十字架顶。耶稣的保护是大有功效的。这嘛是耶稣为着咱来死，要互咱得到新的生命，互咱因为伊的死，咱要来活。耶稣来是要来起造咱心灵的生命，伊要互咱会当宣告讲，咱因为耶稣会当得到喜乐和荣耀的无相像的人生。但是要得到这个喜乐的步数，第一，咱就爱先悔改。咱来亲像迄个井边伊迄个妇人人，当耶稣讲出来伊所犯的一切的罪，伊无闪避，无放任，伊勇敢承认，这是悔改上介重要的。悔改嘛是将咱带倒来上帝面头前，上介底迄条路。悔改就是爱活倒转来朝见咱的上帝。但愿咱毋通搁再伫个上帝光照咱的时，咱搁毋肯承认伫个罪内底受颠簸，互咱家己一直食苦，搁毋知影是安怎即个苦一直抑搁无要煞走，或者是抑搁无停止。愿上帝若来甲咱光照的时，咱就愿意谦卑、承认、勇敢去面对爱改变的代志。安尼，咱就会当看到有光芒的未来。这个5个中妇的妇人人，伊就是安尼勇敢承认伊的软弱，伊就安尼对迄个罪得到头棒，重新有迄个喜乐，有迄个影响力，有迄个气力去为主传福音。第二，耶稣来，伊要重建咱的心灵，伊嘛应允咱旧的代志，拢已经过去。伫哥林多后书后书5章17节，伊写讲：无论是之罪，一旦有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造的人。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临。这旧的已经过去。毋是讲咱信耶稣了后，咱就拢袂犯错，咱袂去讲人的闲话，咱袂讲白贼，或者是袂去有歹的习惯。这个旧已经过去，是讲上帝拢赦免咱，上帝无搁再纪念咱的歹，伊要甲咱开始算咱的新的开始，
伊嘛袂甲咱细细念。上帝赏赐咱圣神伫咱的心内底，这个圣神上帝伫咱的心内底，伊是要来帮助咱。当咱若总有当时讲毋对话，或者是有歹念头，也是做毋对代志，一个检查一个对人无礼貌的表情，圣神拢会来甲咱提醒，会有一个责备伫咱的心内。咱若愿意认错，上帝就会继续搁再甲咱引带往前一步。但是咱若常常忽略圣神对咱的提醒，故来上帝无奈轻踩咱，任凭我们，掩面不看我们。所以愿咱每一摆来到教会听道理的时，拢会有一个新的改变伫咱的生命内底。咱嘛会当常常伫咱软正的时阵，来呼求上帝帮助咱。咱知影咱做袂到的，恳求上帝来帮助咱改变，会当将歹的改过来。那咧，咱心上的罪就会渐渐一点仔一点仔，互上帝甲咱洗清去，渐渐就有愈来愈深，有耶稣基督的款式。今仔日咱会当诚做基督徒，毋是因为咱比别人较好，所以上帝伊才会敬咱，是因为上帝伊有伊的主权，伊会听临到咱。所以，逐摆咱为主做见证的时，咱就是咧传扬救恩这个好消息。上帝伊听咱每一个人，伊爱咱活了是健康，是有喜乐的，是荣耀的。伊爱咱活出耶稣迄个勇敢、圣洁、有疼心的款式。今年的6月坎9月，我的目睭玻璃体有2摆出血。刚开始的时，有一蕊目睭真正是差不多看无。总是经过祈祷，足侪兄弟姊妹为我祈祷，以及我家己的祈祷。现在我已经剩差不多一成看袂清楚，安小可模糊尔。抑个我的先生康长老，伊伫顶个月嘛开甲状腺癌，切掉一边的甲状腺。手术进前，伊非常平安，伊无惊吓。伊嘛知影咱基督徒，毋是讲信主了后，咱就有迄袂破病的特权。咱基督徒相款有咱爱去面对的，咱会破病，咱会有苦难，总是伫主耶稣内底，咱有平安。所以咱有平安的稳定，含咱三个伫地。伫人看起来，阮兜今年亲像非常的无平静，但是阮的心内有平安。坑长了，有一个小小的见证。伊讲开刀前，伊有甲上帝祈祷，因为伊足惊痛。伊讲上好开刀了，互伊莫痛。果然上帝就听伊的祈祷，怜悯伊，互伊开刀了。迄天的暗时，伊就食一碗的卤肉饭。照讲医生是甲伊讲，你这骨肉日吼会非常的痛，你敢会当啉迄凉的啦吼，诶液体的食物安尼。结果伊讲迄无好食，所以伊较爱本土的卤肉饭吼。伊看到上帝，互伊稳定，伊就搁再一摆经历伊家己的信仰，真正有咧进步。伊发觉真正爱愈早来信主，是会当愈早得到这个勇敢的福气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拢是互上帝呼召竞选的人。上帝用足侪心思，透过环境、透过人来甲咱关怀，佮拯救了咱，互咱对两者中会当刚强起来。按宋香变做不有，像我头拄仔讲迄个卡在厝的人，伊是物质上真正是按宋香变不有，但是上帝要互咱的品系搁较好，是按咱的心灵对宋香变不有，对苦毒怨恨变做会当接纳饶赦别人。嘛，互咱对忧伤变做喜乐，这种的心者只有上帝伊做会成，会当做成伫咱的内面。上帝伊真正非常的疼咱，伊无爱咱伫咧黑暗罪恶中，伫遐高高甜。伫即个大港节期这段时间，咱毋是干那去外口买物件，像迄外口布置甲遐尼水。买物件、食饭，安尼欢喜，迄是要传福音互别人的事，咱会当安尼做。但是基督徒搁较重要的是，一方面，咱来孝念主耶稣过去来过的事，留下啥物互咱，要对咱讲啥物。另外一方面，咱来期待耶稣搁再来的时，咱是毋是拢准备好啊？这段时间，大港节期上介好，就是咱来检讨咱家己的信仰是进步，或者是咱退步啊？已经无烧无冷啊！另外，咱嘛爱来想看卖啊，咱得到遮尔好的救恩，咱有好好去甲伊传互需要的人吗？如果你今年还袂去传好消息互别人，安尼还阁有一寡时间，你还阁会当拍拼，因为伫咧12月24，这是咱有一个敬拜的习惯礼拜，暗时嘛有一个音乐会。伫咧12月31，今年的落尾一日，咱嘛有一个泰泽非常安静的祈祷会，恁会当闭办心伫遐来堪上帝相拄。咱来常常来想看，有啥物人伊需要耶稣？咱会当祈祷，恳求上帝将迄个名、迄个人来对咱启示。当上帝若有甲咱讲，咱就为伊来祈祷，甚至写代祷卡。嘛会当伫咧周四晚上，咱全教会祈祷会来到7楼的所在。为着遐个人祈祷，嘛为咱个人来祈祷，互咱的信仰会当日日拢在进步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有遮尔好的教会，互阮会当坐伫遮来敬拜你。这一切拢是你疼阮。你对阮的引带，阮嘛要感谢过去引带阮来到教会的人，愿你加倍祝福，伫遐愿意为着福音付代价的人。主愿阮嘛拢会当诚做安尼的人，愿意为着别人多走一里路。主，阮嘛要搁再一摆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帮助阮对逐种的压制。见笑、愤怒、歹脾气、比较和计较中得到透放，互阮重新得到自由。求主你帮助阮，当阮若搁要搁再跋倒的时阵，搁要等于原来迄个歹的款式的时，你搁再一摆来救赎阮，将阮对迄个捆绑中搁再透放出来，互阮会当逐日。拢来倚靠你，愈来是愈健康、愈喜乐、愈会当荣耀你的名。
愿咱的感谢、祈祷、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